2009年我加入咗 BNI， 嗰陣時我冇諗過呢個平台會徹底改變我嘅視野。10幾年嚟，我除咗建立我嘅團隊、經營我自己嘅抗衰老事業之外，我仲擔任 BNI 嘅培訓董事。我見到 BNI 唔單止係一個商務引薦系統，佢亦都係一個不斷推動你成長嘅生態圈。我喺呢個生態圈裏邊發掘人才、培育人才、成就人才，從而最終成就我自己。成功係乜嘢呢？後來我明白，唔係自己行得幾遠，而係你帶到幾多人一齊行。喺 BNI， 我見證住好多培訓團隊嘅成員互相啟發同蛻變。Training Team 教我嘅唔係只係策略，係格局，而公司上市只係一個結果，成長先係我真正嘅資產。Training Team 讓我看見 BNI 龐大人脈，可以跨地域近距離接觸，令我有信心為事業拓展環球網絡。因為加入咗 BNI 培訓團隊之後咧，可以去到更大嘅舞台，幫助到更加多嘅 Trader 啦，做培訓導師，亦都咧成就咗更加多企業老闆嘅。我同佢哋嘅成功都唔係偶然嘅，我哋終身學習，教學相長，令到先付出後回報變成必然。好感恩17年前我做咗一個正確嘅選擇 ，BNI 幫助我事業上有突破，令我重新定義乜嘢係成功。更加感謝 BNI Training Team 俾咗我一個舞台，可以見證到一個又一個成功嘅企業家喺呢一度發光發熱。我哋一齊學習，一齊成長，我哋薪火相傳，我哋更加用團隊合作精神，幫助會員加速共贏。多謝 Training Team，多謝 BNI。